各位隊員，大家好。你哋覺得乜嘢叫做榮耀呢？係咪喺 IG 上面打卡，而家有一啲好多好好食嘅嘢，好靚嘅嘢食，甚至乎米芝蓮啦，或者 show 下自己最新嘅電話、電腦、衫鞋，定係你覺得榮耀就係考全級第一，甚至乎可能有數以百萬嘅 followers 先至係你覺得榮耀呢？我哋呢一個嘅時代對榮耀嘅定義好簡單㗎，就係要夠靚啦，夠 sharp 啦，吸睛啦，讓人羨慕啦。但係今日咧，我哋要睇一個完全顛覆呢一種諗法嘅榮耀嘅場面，就係一個王者騎住咧驢出場，而呢一個場景咧，亦都冇超跑冇豪車幫佢開路入呢個城嘅儀式喎。今日想講嘅就係耶穌榮入聖城。頭先隊員讀過嘅經文係馬太福音21章1到第11節。故事一開始，耶穌就嚟到橄欖山附近，然後就叫咗兩個門徒咧去拉隻驢返嚟啦。不過呢個唔係臨時特登想做嘅，耶穌其實係計劃過嘅。喺經文第4、第5節特別講明咧，話呢件事係要成就於之前呢個先知講過嘅嘢，即係應驗話啦，要對錫安嘅女兒說：看下你的王來到你這裏是溫柔的，又騎着驢，就係騎着驢駒子。啲古代更多文化。其實一個王咧，佢騎啲乜嘢咧，係有一個好深刻、好重要嘅象徵意思喎。例如，如果騎戰馬，就代表征服啦、戰爭啦、武力統治；驢咧就代表和平、謙卑同埋親民添。試下諗下，當時係一個羅馬政府管治嘅地方，所以羅馬將軍打贏之後凱旋回歸，就會着一啲紫嘅袍啦，戴一啲嘅冠冕啦，騎戰馬，後面就會帶住啲戰利品同埋俘虜。佢哋想表達嘅係我已經征服咗你哋啦，我打贏啦。但係我哋呢一位耶穌係萬王之王，創造天地嘅主，佢卻選擇咗騎驢，因為佢要進入嘅唔係一座要被征服嘅城市，而係佢所愛嘅城市。耶穌嚟到唔係要統治，而係要拯救啊！耶穌唔係想喺人身上攞嘢，而係想俾人嘢。同學，真正嘅偉大，往往就收埋咗、隱藏咗喺謙卑嘅裏面。喺一個人人咧都會周圍扮嘢、周圍 show off 嘅世界啦，真正有內涵嘅人，通常都係最低調嘅。我哋嘅價值唔係在於我哋擁有啲乜嘢，然後 show off 炫耀，而係在於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同人分享呢？經文就繼續話啦，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，還有人砍下樹枝來鋪在路上。前行後隨的眾人喊着說：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，奉主名來的都應當稱頌，高高在上和散那。呢個係君王應有嘅待遇。喺古代，將衣服鋪喺路上咧，係對君王最高嘅敬意，而樹枝就象徵勝利，係慶典。和散那其實呢個字嘅意思就係求你拯救，後來就成為讚美嘅人會嗌啦。大衛嘅子孫咧，就係對救主嘅稱呼。睇下呢一個嘅王，冇軍隊護航，冇好靚嘅馬車，冇金銀財寶，佢只係有一個借嚟嘅驢仔啫。但係群眾咧，竟然自願咁樣為佢鋪路、唱歌啊、歡呼，咁樣就表明咗呢個係一個愛嘅權柄。呢個世界教導我哋用恐懼、恐嚇、競爭、武力嚟建立影響力。譬如會講我比你叻啦，我比你勁啦，所以你要聽我㗎。但係耶穌就展示咗另一種權柄。耶穌就想講話，我愛你，所以你嚟跟從我啦。真正嘅影響力唔係要讓人驚你，而係要讓人愛你、尊重你。
真正嘅領導唔係命令其他人去做嘢嘅，而係你去服侍其他人。呢個就係耶穌榮入聖城所展示嘅王者嘅風範。今日耶穌仍然都要好榮耀咁樣進入，不過今日係想進入我哋嘅生命，唔係咧要行雷閃電夾硬嚟啊！耶穌亦都唔係咧用神蹟奇事咧要逼你。其實耶穌仍然都好謙卑，企喺我哋嘅心門外面敲門，等待邀請耶穌生命。耶穌入到我哋嘅生命，唔係要攞走我哋啲乜，而係想俾我哋真正嘅平安、真正嘅價值同埋真正生命嘅意義。喺呢個充滿比較、競爭、焦慮嘅世界，主耶穌要俾你一個唔需要靠外在成就嚟證明自己嘅身份。因為我哋每一個就係上帝所愛嘅兒女。今日呢一位榮耀嘅王，仍然都向我哋生命進發。佢唔係需要我哋變成完美先至接受到佢㗎，亦都唔係話我哋要明白所有嘅嘢先至相信佢㗎。耶穌只需要我哋好似當日即經文裏面呢一班嘅群眾，願意為咗佢敞開自己嘅心門。你又願唔願意將你嘅生命，好似呢啲沙，我哋嘅夢想、恐懼啊、困惑、希望啊，鋪喺耶穌嘅面前呢？我哋又願唔願意為咗呢一位好唔一樣嘅君王歡呼？就算耶穌嘅道路價值觀可能同呢個世界嘅潮流唔同，今日耶穌想邀請你進入到佢嘅王國裏面，喺嗰度服侍別人，比統治更加榮耀，愛比憎恨更加有力量，永恆嘅生命比今生嘅生命更加寶貴。